大齋期默想系列第35天，4月14日，題目：受難週。我追想古時之日，思想你的一切作為，默念你手的工作。詩篇143篇5節。受難週係基督教年曆中大齋期嘅最後一周，從棕枝主日展開，直至復活節前夕。呢一周承載着信仰最深刻嘅記憶同情感，紀念咗3件至關重要嘅事件，就是最後晚餐、周4、耶穌受難、周5，以及其埋葬、周6。棕枝主日，我哋追憶耶穌騎着驢駒進入耶路撒冷嘅情景。當時，群眾手持棕樹枝，高呼和散那，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。約翰福音12章13節，場面熱烈非凡，萬人空巷。但係耶穌並未騎馬以彰顯王者嘅威嚴，而係選擇咗驢駒，象徵佢作為和平君王嘅身份。呢個舉動既係柔和嘅呼喚，亦揭示咗佢國度嘅本質。最後晚餐設於逾越節嘅夜晚，回溯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救贖歷史。當晚，上主降下第10災，擊殺埃及人嘅長子同頭生牲畜，卻因羔羊嘅血遮蓋，越過咗以色列人嘅家門。逾越節 Passover 因此得名。羔羊嘅血成為救贖嘅記號同象徵，深深銘刻喺以色列民族嘅靈魂中。逾越節嘅禮儀中，家庭中嘅小孩早被引導會發問：這是什麼？為什麼要吃這些？指向台面上嘅食品，例如無酵餅、羊羔同苦菜等。藉着呢啲提問同解答，世代傳承屬靈嘅教訓，讓孩子們記住民族嘅歷史，認識自己嘅身份與使命，並與上主建立深厚嘅連結。基督教嘅信仰根基深植於呢個歷史當中。受難週每一日都滿載着呢個歷史嘅遺痕，引領我哋默念神嘅作為，從中吸取屬靈嘅智慧同教訓。耶穌喺逾越節晚餐中設立聖餐，佢成為那真正嘅逾越羔羊，用佢嘅血為我哋開啟永恆救贖之門。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我哋進入咗受難週，你能回顧呢段期間最重要嘅紀念活動嗎？第二，耶穌喺逾越節晚餐設立聖餐，兩者之間有咩屬靈關聯呢？第三，禱告。主啊，你係嗰位和平嘅君王，騎着驢駒進入耶路撒冷，卻因我嘅罪，成為逾越節被殺嘅羔羊。你付出咗極重嘅代價，彰顯無比嘅愛。我願將自己全然獻上，一生為你而活，榮耀你嘅聖名。阿門。